献诗吼，要么个还袂看到人，所以咱即时先来练今早去买经的信息，请献到信息第24首。信息第24首，挂心而乐，志观上帝。这首捌唱过啦吼，有吼，有，敢有？唔知好，听了就知影好，来。前奏，谢谢。咱做经第一站。关心后的机关兄弟，安定八百一卡里，修会一地下面花花，蓝调欧罗来滚吧，欧罗金好，欧罗金好，欧罗银元我滚好，进前捌唱过野手。个人真少好，不要紧，拄好今日时间较长吼，咱好好来练一下吼。来，第20先来读一个，请。俄罗国主文典跳堂，西乐历代困苦人。俄罗国主永远无变，束缚人类大文典。俄罗国主，俄罗国主永远无变，大。普有好，咱做我来经第27看卖。第一个音响，预备，来。俄罗国主文典跳堂，西罗历代困苦人。俄罗国主永远无变，束缚人类大文典。俄罗国主，俄罗国主，永远无变大谱。第3集做伙用读的来，慈悲灵敏，仁爱天父，在咱软弱快受悲，用以温柔信手抱咱，救咱脱出尽苦难。俄罗称赞，俄罗称赞，俄罗主听到永远好。应该不是我耳孔重，所以大家手较亮较大声好。来第3集。无第4集，搁做伙来读一下。这我台语无好的人吼，就歹念的。来第4集，请。人若下天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俄罗国主，俄罗国主，俄罗国主，大人族。好，大家无啥专心，无啥人在读，做伙来经第4集。第一个音，谢谢。预备，来。人来彼地花草无生，大风吹来就扫清。虽然人类历史变迁，上帝永远袂改变。俄罗国主，俄罗国主，俄罗国主大人族。这是请咱讲献到信息576首，信息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做伙来先读第3集的歌词，因读的了第3集第3节，请只着静静宽心听候伊，用静心情来劝望望。
心想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疼痛。自今调咱来属伫伊，在咱欠客目的交义。好，咱做伙来念第3章。来，记得要尽心宽心听好意，应尽心机来肯当，心属的悲善良的旨意，拢是对。第4章，今世基督遵守主家事，忠心尽力，家己本分，忠心可以，虽然袂看得，要顾。信息白话字歌词是以无气煞，虽然看到放，可是是气煞。播音稳当，即时请来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兄弟，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敬拜，请走吧。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
三角来吟俄罗圣诗，圣诗24首，圣诗24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大家永远徛着，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得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伯利都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父上帝调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来启文第9篇。启文第9篇，圣诗的后面1011页。我来启，请会众来用。第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伊家己放伫大海的顶面。
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寻求上主。啥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必见必现的上主。啥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啊，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荣耀的君王。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一切平安。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予阮的安息主日，互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圣殿敬拜阿老，领受你的恩典。求主也赦免阮所犯的罪，怜悯阮的软弱，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求主引带阮分别为圣。管理阮的心身灵、心思甲言行，互阮遵照你的命令来得到帮助，永远得到救赎。求主洁净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将你智慧启示的灵赏赐互阮。一时也透过三民教会林培如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中的奇妙。主啊！伫即个世事多变的世代，阮有时会感觉不安、惊吓、挑战甲变数。主，你是掌权所有的上帝，你的计划关过阮的计划，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求主帮助阮，互阮学习全然交托，并相信你为阮所预备一切，拢是上好的。愿主的平安时刻充满着阮的心。互阮有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主，阮也要为着教会中职选举甲团契首长改选来祈祷，求主带领，会当选出主你所预备服侍的同工，同心合意，彼此扶持，共同推动教会所有的事工顺利进行，来荣光主的名。阮也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主手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请咱来看上帝的话，旧约历代志上29章10节到14节，历代志上29章10节到14节，我来读。所以大卫伫会众的面前阿老耶和华，大卫讲：耶和华，阮的主以色列上帝啊，是应该阿老的，对永远到永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光得胜、威严，拢是你的。凡那伫天顶地下的，拢是你的。耶和华国也是你的，你是至权，做万有的头。宝业尊贵拢对你来，你也掌权万有。伫你的手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尊大，互众人大气力，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保罗你荣光的名。我是啥物？我的百姓是啥物？阮竟然会安尼欢喜奉献啊！因为万物拢对你来。愿用你的面献予你，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这时，请三民教会青年团契献诗。
这时，请三民教会林培如牧师来正道题目合一建造，正做豁出去的教会。因为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跟咱做伙伫地。我伫遮来介绍三民教会贝如牧师甲因的青年。咱知影三民教会是咱的姊妹教会，知影的请举手，我看卖啊。好，多谢哈。三民教会是桃园教会的姐妹教会，这个关系在20多年前。应该是20多年前就建立下来的。那当时候还有一些真歹势哈，我突然该华语，你们听得懂台语吗？听不懂对不对？好，为了他们，我只好稍稍改变一下我的语言哈。就是事实上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史料馆这一次在整理出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的一个很特别的签约的这个布条哈。那这个布条会在我们今年140周年的时候会展示出来。那同时我也要在这里跟贝如牧师抱歉，就是事实上，我们同时今年140周年也会邀请三民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但是不管怎么样，三民教会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募款，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因为我在几年前，事实上我们在读书会我就跟贝如牧师是读书会的成员，并且就彼此有这样的关系。那在前年，我知道说三民教会的教育馆，因为这个应该是有一点点土石崩落，所以他们这一边需要重新改建。但由于不是改建，就是不是会堂的损坏，是旁边山坡边的那个危险的地带。那个地方是原先做牧师馆，那现在就整个改变成为一个教育馆以及牧师馆的所在。那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由于不是不是去这个教堂本身哈，所以原则上很难向外募款。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是姐妹教会的关系，所以照说咱应该爱尽上一份的心力。对于这件事情上，那如今事实上过了1年多，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改建完成，并且待会贝如牧师会让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在使用了哈。那不论是厨房也好，或者是牧师馆也好，都改建成相当具规模的也是相当安全跟舒适的地方。那因此，今天的这一个募款行动，其实是要这个改建的过程当中，还有欠款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一起尽上对姐妹教会的一份心力。那这个募款的行动，事实上在去年的小会，去年年初的小会，事实上也已经通过。所以安排就安排到现在这个时间，所以有一些预备不太周全的地方，特别是或许有些人的周报里面没有看到这一张的奉献袋，那我们有准备在后面的招待桌，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去拿。那我们一起成为咱这会讲这教会的是安尼。教会就是互相相识的亲像今仔日贝如牧师要甲咱讲的，咱若有法度，咱会当做伙来起做，因为咱的姊妹教会其实嘛是咱的教会，求上帝也帮咱扶持，咱用拍普拉声来多谢因伫咱中间的歌声甲见证吼，好不好？
那待会贝如牧师会用华语啊，哈，所以我就请大家见谅哈。那接下来咱邀请贝如牧师互咱今仔日再去起的信息。还有我们在当中的牧师、培慈牧师，好，我们的牧师以及我们的长老、执事，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的非常感谢桃园教会牧长子小会同工接纳我们来到这里，向你们大家请安。昨天教会刚结束一个礼拜6天的儿童营，我们当中的青年，在这一个礼拜很多的服事当中，他们都睡眠不足吼，所以当昨天结束之后，今天早晨我们7点就集合，然后要来到这里。那真的很抱歉，我的疏忽，然后让我们的青年还有的师长，我们让吴牧师也让教会的同工们担心，在这里真的是很抱歉。可是当我接到牧师的电话，也看到他在楼下等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微笑，好温暖让我们看到真的像天父爸爸一样接待我们的青年，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也是我自己也很大的一个学习。就因为是姐妹教会，所以我可以向大家可以这样的一个敞开。谢谢大家的包容跟接待。那我也相信有些人可能在一周的生活，从开始一大早也会这么的忙碌，虽然是礼拜6、礼拜天，可能来到教会以前，也许也有些人可能就抓个早餐，抓个面包，为了聚会的时间，大家都要准时，甚至于提早到，然后也会有一个匆匆忙忙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么样的一个好多事情要做的时候，感谢父神，此时此刻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当我们安静坐下来，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发现这一切的忙碌，这一切的辛苦背后，都有神满满的爱跟供应。我相信我跟我们的青年，从你们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深深看到神的爱，神满满的恩典。在我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是的，父神，谢谢你如此的爱，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借着话语，我们被得感动，被得安慰，被得激励。主啊，孩子恭敬的在你的面前，要来分享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一同都能够得着话语的大能，领受圣灵的亮光。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就是在牧师的分享之后，我更加的有勇气来见证，也来分享我们在去年教会的一个建馆的工程。我也稍微预备这一个宝贵的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历代志上29章，其实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大卫他在一个建造圣殿前的一个祷告。他知道所有建造圣殿的资源以及力量都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他知道那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我们在经历了三民教会建馆的工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出了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最后看见的却是上帝的手在这个其中推着我们
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因此，我们相信这一个充满恩典的属灵家园，在这里是看见了好多那一个手祝福三民教会，甚至于是帮助三民教会，使我们都倍加的激励。我就常常在想，教会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自己在想说，哇，三民教会已经这么大了？我不知道在当中的有没有去过三民教会。其实我们的主堂就已经够大了，那我也没有想到说自己还会经历要建馆、要募款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我在想说，教会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教会是否是因为建筑物漂亮或是壮观而存在？是否是因为活动丰富，然后事工满满的推动而存在？我相信，当然不是这样子。教会，它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荣耀同在，来见证教会它真实坐落在这里的价值，是要带领人更多的来认识耶稣，来认识福音的地方。当然，也是你跟我那一个盼望的记号。所以大卫王他在预备圣殿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一句话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到的再献给你。这句话其实很深的打动了我的心，他也一直在提醒我，也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一切，包含我们的生命、时间、财富，还有你的才干，都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换来的，而是上帝满满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若不是他的供应，若不是他的带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三民教会的沐浴馆建造，它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建造沐浴馆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不是指一段，这不是只是一段的一个建筑工程的一个历程，它更是一段充满信心，还有上帝恩典的属灵旅程。牧师馆，也就沐浴馆，在去年5月2号，我们就开始动工动土。那仅仅花了7个月的时间，在去年的11月底就完全建盖完毕。12月初清理好之后，我们一家人，也就是牧师一家人，我们就搬入了牧师馆。如果人看见这样的一个建筑物，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100坪大的2层楼大的一个沐浴馆，花上1200万的总金额，在短短的时间把它盖完，真的是不太可能，尤其在山上，尤其在部落。特别这个过程里面，我想要跟大家短短的分享，我们面临到几个难处。我们的经费不足，我们遭遇到检举，我们面对同工之间有一些的很多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看见弟兄姐妹对牧长子的一个质疑的压力。我常常就跟长老讲，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只有祷告。我们在晚上邀请长老到我临时居住的牧师馆，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哭求，到底怎么办？牧师已经完工了，我们还积欠最后那个水电的老板120多万，那也快过年了，他可以给我们宽放，但他说不能超过那个跨年哦，不能旧历年哦，不能超过，一定要在新的1年以前把100多万的钱给还清。
我们也在想，到底这100多万要怎么借？没办法增加贷款，像新楼。那么我们想说，有没有可以抵押的？也没有。有没有哪个认识，有个小老板，或是有一点点财务上面可以帮忙的？也没有。最后就连我的长老都说，要不然牧师，我们更会好不好？我说100多万怎么更会？已经慌到，那就信徒看谁一人1万。我说那第2个月、第3个月，人家卷款潜逃了怎么办？当下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已经想不到办法。我甚至于也麻烦到牧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请牧师为我们代祷，甚至于我还请牧师帮忙，有没有机会？像这一笔钱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对于我们三民教会，都是临时工，都是水泥工、铁工、农夫，我们实在在想，这一个到底怎么度过？所以我看到我的长老也哭着祷告，都愁眉苦脸。然后呢，几乎大家那心中的石头，没有到解决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担心，也很对不起那个厂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方向，他也透过了那一位弟兄，帮助了我们。但我们其实是我们去，牧师就代表教会去跟这位弟兄谈谈看，能不能无息借款。那弟兄就回答：我不借钱给教会，但你们120多万，我奉献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当下长子同工真的都痛哭。那这是一个在财务上的困难。我们是这样的，我看到有的长老，感觉上那个头发一夜白，为了这个钱的事情。但我们也为了举发的事情，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长子同工同心来祷告。当我们被举发，这一位举发的人我们不晓得，但是在这个他举发的过程很特别，他不在你开始动工举发，他在你准备要一把钱，该要铺水泥，该要做那一个要花上可能就是快100来万的这个经费之前，我们就收到了一个停工的一个公告。那个政府机关来到教会，就来贴那个停工、那个勒令停工的公告，让整个所有的工人们不知所措。叫牧师来，然后叫长老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讨论。长老就问我：我们的水泥要铺吗？我们一铺的话，如果叫我们拆除，我们等于将近80-90万是丢到河边的，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不做，我们现在也花了那么多，所以当下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继续向前。我也不是一个先知预言的人，我也不会是完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们能够开始动工，我们开始启用，我们开始来做这一个建馆的一个重建的一个施工，就是上帝为我们开路。所以我心里面心想，绝对不是到这里就结束。我跟长子同工说，我们祷告，我相信上帝会调度万有。的确在祷告之后，也借着我们的一个议员，在这个当中帮助我们如何怎么样可以不会被拆除。那么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真的就照那样的一个步骤，我们虽然不被拆除，我们还是因为被检举，教会罚了款项。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在山上，
我们不是合法用地。在这个部分，我让同工们知道，该罚的就是要罚。感谢天父上帝，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积极、必须要赶快建盖的过程里面，我们从1组同工到3组的师傅，很快的把这样的一个牧师馆整个把它给包住。在包住之后再来敞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被迫要拆除这样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就很感谢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又度过了这个考验跟挑战。所以我们很深的知道，在面对不论是内忧，不论是外患，一次又一次的一个困难当中，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祷告，当我们真的是抓住神迫切祷告的时候，神真的为我们开路。有一对一直关心教会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夫妻，他们虽然近80岁了，也是一个癌末的弟兄。他不会因为癌末，他就没有办法来去服侍神，他反而是更加的热心服侍。听见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建馆，重新要启动这个建馆的一个计划的时候，他就先给我们教会的长子同工，给我们打一支的一个强心针。他说：我要为你们先奉献100万。如果我们还没做，他就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先奉献，让你们好好的跟弟兄姐妹讲，走这一个信心的道路。那如果你们在年初的会员大会一决通过，我再奉献100万。倘若你们通过了，感谢主，在动土的那一天，我再奉献100万。这样的一个弟兄，在我们讨论这个施工，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恩典给你满满到不敢收啊，就是多到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建馆奉献，真的我们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有这一位弟兄这一对夫妻的奉献？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奉献者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真的我们被激动了。弟兄姐妹开始也要参与那个建馆的认捐，好，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同心的来服侍神。那么我就很好奇的，我就问这一位弟兄，奉献的弟兄，为什么你有这么样的一个感动，跟这么样的一个动力，要来做这个事情？他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人一辈子未必都能够遇到建馆的机会，一辈子未必都能够遇到建堂的机会。一旦遇到神的家要建造，我就要为神的殿尽一份心力。我相信这一份心力，不论是多，不论是少。他说，我要与神一起成为同工，来建造上帝的殿。所以我们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摆上，弟兄姐妹，我们就认捐2000块、3000块，或者是比较经济能力比较低的，可能500、600不等。我们所有认捐的名单统计之后，1个月我们累积可以到认捐金额8万块。所以我们在整个贷款的当中，向新楼贷款600万，那原本还款69900多块，将近7万块。我们看见了大家的奉献是能够去摊还我们的建馆的一个还款的一个经费，于是大家就更加的有信心走这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或许只是一个大概的来分享，我们在整个经费，其实对我们原住民来讲，讲到钱，它就可以煮掉很多
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没有钱就不要乱做事情。但在这样的一个新兴的道路上面，我们看到不是只有这一位弟兄这一对夫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开始来认捐，神也开始透过各个的教会爱心的一个支持跟祝福。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对外请安募款，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因为我们这不是建堂，所以我们没有宗会的一个支持，可以向我们自己本宗教会来做这样的一个募款。但是在去年6月，我们开始第1个月就开始募款，乔爱教会他邀请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到那里募款。之后，上帝的恩典一直到如今来到贵会，来到我们的桃园教会，我们每1个月都能够透过教会的帮助，这样的一个请安募款，也成为了我们在还款上面那个收入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不是一个看似是一个拜访，但却是一个祝福的桥梁。每一间教会的支持，就像那一股暖流，让我们深深的知道，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我们不是孤军奋斗的，我们也很希望，当我现在回头看见一切建筑物都完工了，我们也看到那个神的恩典不断的施放在三民教会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合一建造，怎么样成为给出去的教会。这是我们三民教会建馆完毕之后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学习。尽管我们还有9年的一个贷款要还，我们是10年的信贷。当我们多一点的建馆基金在归还的当下，我们现在原本是将近7万块的本金还款，现在目前已经是到6万5千块。那我们也相信，借着上帝调度万有，9年的还款时间绝对用不到。我们相信会更早的时间把这样的一个债务、这样的一个贷款能够还完。我们深信建馆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造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但确实是很漂亮。上帝给我们三民教会一个很漂亮的餐厅，很漂亮的牧师馆，但是我们更是要让更多的人透过这个属灵的家遇见神。所以当我们完工的这一个第1个暑假，我们招待了好多的教会，好多的营会在我们教会来使用。感谢天父上帝。弟兄姐妹，大卫的祷告提醒我们，我们把从你而得的要献给你。这是在第14节，29章14节说的，奉献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出于感恩。大卫所强调的不是给多少，而是你是否甘心乐意的心来献给我。因为一切本来就是神的，我们只不过在归还他所托付的。耶稣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35节，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也提醒我们，教会的强盛不在于我们能够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能够给出去多少。当教会愿意给出去，不论是我们的事工，或许教会有一些的宣教事工，或者是扶持软弱的，帮助有需要的，我相信这间教会就会成为部落的祝福，这间教会就会成为城市的祝福。同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生命就会经历上帝更大的丰盛。三民教会在部落里面推动关怀事工已经有7年以上。一开始教会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1、2个社福机构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的经费来办陪读班，来办教会的长者的一个关怀的事工，好让我们能够来帮助部落真的很多很多的低收入户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在课业上、信仰的品格上面能够被建造。我们同时也刚好借着政府的一个长照的一个系统，从关怀据点、西据点，慢慢到整个现在已经是关怀站，让教会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关怀据点呢，针对部落很多的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我们能够给予陪伴跟支持。老实说，这些事工常年下来花了教会也不少的经费，增加许多同工们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令人惊奇的是，当教会愿意给出去帮助需要的人的时候，神他却把更多的恩典带回我们教会。我们陆续的经历到那个资源不断的物资，还有看见了愿意来奉献福音车，全新的福音车，让教会年年也有一些的经费，可以继续再为明年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的延续。感谢天父上帝，教会就在部落里面开始被人认识，被人听见，也被人夸赞。我们真的开始关心了我们自己部落，甚至于到街上的长者，我们都通通接进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真实的印证，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教会，当我们愿意给出去，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事工，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需要被扶持的人，其实神就让这样的教会成为了我们部落的那个盼望的记号。很多人其实就在三民教会下方一些的部落，当我去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没有进去过。因为三民教会其实是在我们整个大窝的一个最里面的地方。我很难想象，我是外地的人，来到三民教会这10年了，竟然住在教会下面一点的部落，还有人没有进去过。请问三民教会在哪里？也没有这样子进去过。我真的是有一点吓到。但是现在，那些不是教会的会友，都认得我的车号，都认得我的车子，会自己闪，会自己让路。哇，我真的是感谢天父上帝，他们知道里面有三民教会，他们知道这是教会牧师的车子，这是长老执事的车子。我觉得很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怀事工里面，让教会被发展出来。弟兄姐妹，这座牧育馆真的不是这些少数人的工程，我要说是整个教会它共同的见证。每一块砖，每一个梁柱，它都承载我们彼此的信心跟我们的爱。我们看似还有9年要还贷款的沉重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也相信，这是我接下来要跟更多的弟兄姐妹，要跟更多的教会做一个信心的邀请。我想邀请大家，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如何为神尽一份力？不管我们为桃园教会如何来尽一份力，不管为三民教会如何来尽一份力，或者是其他的教会，我们如何来尽一份力，我们就是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上帝的祝福通过我们，让我们成为器皿，流通到上帝所爱的人和教会。这不只是金钱的奉献，我更要说，它也是我们的时间，也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用心力去摆上，来为教会祝福，来成为教会被祝福的一个器皿。我相信神他必定也看顾我们的家，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绝不失落的。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它不只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个祝福的泉源，是一个展亮城市的明灯。我们要成为一间给出去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也来学习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因为神给我们的爱是满满的，是满满的涌溢出来的，不是让我们独享，而是要我们分享给更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携手，将这份爱给它流动，流动到每一间神给我们感动，要我们去关怀的，使这样的一个火不断的来燃烧。在我分享完毕之前，我们来先看一段小小的影片。那这个影片是我们在过去建造以及最后完工的一个画面。那我们一起来，这就是刚刚牧师说的，我们的一个铁皮的旧的厨房。好，厨房旁边就连接着这个牧师馆。它是1楼的建筑物，30多年，将近40年的铁皮。在5月2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全然的拆除，重新做整个地基，因为地基下陷了。好，那我们用这个梁柱开始来设立2层楼的沐浴馆。整个钢架搭起来，这是2楼的地面，坪数真的很大，大概超过100多一点。这就是我们说被举发前、举发后，我们才刚铺的水泥。那很多的状况，一些要跟动长子同工，我们都会叫到现场去，立刻讨论，立刻修改调整。因为我们在建造的时间是非常的急迫跟有限，在当中的都是长老执事。那沐浴馆1楼是叠砖的水泥墙面，2楼是铁皮木工装潢。这是1楼的餐厅，楼梯是接到2楼牧师馆。1楼的面积，餐厅的位置，2楼牧师馆，铁皮之后的一个木工，有六个隔间，一个招待负责的房间。这是整个外观，铁皮包起来的外观，看起来不会输主堂，真的很雄壮。好，这是整个完工的1楼餐厅，这些桌子椅子都是恩典。好，这是1楼的会议办公室，一个厨房，还有个团体盥洗室。2楼牧师馆的客厅、厨房大到餐桌看起来都小小的。好，这是主卧房。好，我们就开始在这里，就是可以终于牧师馆可以进去报佳音了。好，我们寒假的大专品格营、长子的会议室，都是在这新的建筑物里面。爱宴餐厅，我们有承载过的人数最多200多位。好，这是我们的长照施工。我们的暑期营会在这一次暑假，团体的接待。这些都是可以让团体居住的地方。我们感谢天父上帝，主必然亲自为我们开路，使我们经历神一次又一次突破的恩典。把这份祝福也要送给我们的姐妹教会桃园教会。
这就是现在的外观，新的沐浴馆跟主堂的连结。教会不只是建筑，更要是一个祝福的泉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成为祝福的器皿。求你感动我们，使我们的奉献不只是在金钱的摆上，更是我们生命的尾声。愿我们的教会成为荣耀你的居所，成为祝福万人的泉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忆着伫我心。那甲来回应圣诗576首，圣诗576首。你若愿意，互上帝引带。来奉献，听水灵执事
常是主的恩典。虽然经历许多波折，相信上帝必看顾。谢谢主带领看顾我们今天的奉献，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会众请坐。咱来今仔日的经文，我把一个请会众谈一下。因为万物拢对你来，愿用你的面献互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请。因为万物拢对你来，愿用你的面献互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因为万物拢对你来，用你的面献互你。历代志上29章14节，献开第一页。下周的服侍人员，请咱预备心。周间的聚会、主日学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小组聚会嘛，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冥细，若有订单，请咱到办公室来更正。献开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欢迎三民教会林慧如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加请安报告，请为三民教会新建教育馆的事工来到奉献。第二，传道部第一次圣诞节筹备会议伫中昼12点半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下主日中职候选开票，伫中昼12点半伫701开票，请小会员出席。小会公告发放2025年中职为选票，请伫在职的会员伫礼拜堂外领取，请伫8月24中昼12点半前将选票投入4楼的投票箱。2025团契首长改选，上年9月17，张碧君长老；妇女8月31，黄传君长老；夫妇李进益长老；圣歌队陈建州长老。教会消息。教会消息的部分头一项。阮有录一个简单的影片示范，这个示范就是希望会当各团契也是各小组用团契或是小组的方式来用手机翕就会使。第二个部分就是咱的家庭内底，假使咱的家庭内底有一寡成员若无伫这个咱的教会出入，检查会当请因。简单就是简单自我介绍。第二个部分就是请伊会当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想到堂教会你想到啥吼。上尾嘛是共款，会当录一段祝堂教会生日快乐。咱来看这个影片吼，来有吗？都没有，好哈，不要紧。这里阮有录过，总是后来咱。有一点迄个转接上的疏忽吼，所以无阮后礼拜会伫现场互大家看吼，看这个要怎做，多谢咱大家。第二，恭贺今年大专院校高中职新生名单如下，请家己来看。请为着这个学生来祈祷。113年第2学期入学金申请的时间到9月28日截止。主主新学院圣经课程的招生时间9月14到12月74，每礼拜的拜四9点到12点，地点伫701，费用3000块，欢迎兄弟来参加。请到办公室来缴费。这个消息，
本会家庭长老伫8月7日蒙主温调，个别礼拜时间如下，请为遗族代祷。个别礼拜8月23拜六10点，伫桃园教会礼拜堂。安放礼拜9月11拜四9点，伫罗德四名园区受葬。告解消息：2025桃园的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时间8月30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地点伫中立的艺术馆，请到办公室免费提票。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伫遮补充报告详细来多谢多谢贝鲁牧师愿意带青年来到咱中间，所以我无多一个，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介绍了所以请我们待会如果会后可以跟桃园的弟兄姐妹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问安。那我们待会还有第2场的华语礼拜，也欢迎大家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来欢迎，并且谢谢贝如牧师以及青年三民教会的年轻人，他们在我们当中。请坐，请坐我要邀请大家，如果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三民教会的建造上面。教会起造其实不只是外表的建筑物尔，更加要紧的是怎样地入，就是信伫内底的人会当真正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疼，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三民教会的起造嘛，详细持续为着三民教会放伫咱的祈祷甲关心内底，愿上帝帮咱扶持引带，更加欢迎咱有机会去到三民，会当入去，嘛会当先互我知，我会当先敲电话互贝如牧师咱会当去到三民教会去参观详细，会当实际上。在三民教会再进去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蝙蝠洞了所以检测咱也有机会去到其实距离咱真近所以咱也有机会欢迎咱大家会当去到三民遐来参观啦详细也会当带这种互相的温暖，彼此的温暖来。互相代祷加祝福这是头一项代志。第2项代志，咱有看到，咱开始咧筹备140周，其实不只是开始筹备尔，已经讲真久啊。然后，这个140周年，这个影片的部分，其实拄好是教会史料小组的同工做伙参详了后，阮做伙提出来，就是意思就是毋望会当将。咱现在的教会现况真正做成，因为阮本来咧讨论要做一本纪念册啦，阮本来是咧想咧做一本纪念册，结果后来咧想讲，那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纪念册的形式应该是用这种影像的方式，安尼会当更较活泼来呈现出现在教会的形。以及咱彼此中间，那家庭会当互相来互相认捌的过程，所以这个其实是咧做140周年纪念册的一个部分，听我意思啦所以真歹势，未来纪念册可能毋是咱所想象的讲是集做一本册，是集做一个影集的方式来进行。安尼有清楚啦有清楚。这个其实是咧收集唐教会现在的家庭以及现在的样貌，然后咱透过这个所以这是拄好是咧做140周年的纪念册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要邀请咱
兄弟姊妹做伙来制作现在唐教会140周年现在纪念册型啦吼，我想这应该是真清楚，所以简单传达互大家知影讲是安那，咱要开始来做这个代志。上时咱伫10月1号以及11月第1礼拜下礼拜日，10月1号咱有要举行马街内桃释教纪念音乐会，所以这个因为8月底拄好有一个平安7月节音乐会吼，所以即摆也未放上架，总是伫后礼拜就会开始来宣传这2个活动。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透过这个活动，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上尾一个提醒，咱中级的有选票，伫后礼拜日中昼会查止，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也未投票，请先来投票吼。咱透过这个中级的有选票，其实是要节省一寡时间，毋忙咱伫10月第1礼拜，咱的会员会会临时的会员会会，当顺利来选出上时来当节省迄个时间。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这个过程真正顺利。中营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大大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严格立倒。平安礼，请互相请安。